歡迎嚟到車講爸爸嘅負能量頻道。今日我哋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——古羅馬競技場，用呢個擂台嚟解釋投資界最經典嘅爭論。呢個競技場入邊分咗兩邊人，一邊係落場搏殺嘅角鬥士，另一邊係坐喺觀眾席嘆世界嘅觀眾。兩邊都想贏錢。落場嗰班就係主動投資者，親自揀股搏殺；而坐喺觀眾席嗰班就係被動投資者，跟住大市慢慢賺。主動投資者日日同市場搏鬥，你以為揀啱股票就會贏，但大部分人打到遍體鱗傷，仲要俾好多費用蠶食回報。反而坐喺觀眾席嘅人唔使落場，唔使估邊個贏邊個輸，只需要輕輕鬆鬆享受成個競技場嘅整體表現就夠晒。你可能會問，到底邊邊贏多啲呢？答案可能出乎你意料，因為歷史數據話俾我哋知，觀眾席先係真正大贏家。就連股神巴菲特自己做咗幾十年主動投資，但竟然公開建議普通人唔好學佢，反而去買指數基金。究竟點解呢？因為角鬥士要交管理費、交易費、研究費，呢啲費用食咗好大部分回報，但觀眾席嘅入場費低到你唔信，差好遠。所以今集我會帶你行勻呢個投資競技場，搞清楚主動同被動投資嘅真正分別，等你揀到一條最適合自己嘅路。準備好未？我哋正式開始。首先嚟了解下主動投資到底係乜嘢一回事？點解咁多人明知辛苦都堅持要落場搏殺？咩叫主動投資呢？簡單講就係有個基金經理幫你揀股票，佢好似精英角鬥士咁，靠技術同判斷力嘗試打贏大市。呢啲基金經理每日花大量時間研究公司財報，分析行業趨勢，預測市場走向，就係想揾到被低估嘅優質好股票。唔同嘅主動基金策略都好唔同，有啲專攻增長股，有啲中意價值股，有啲就成日轉換行業，各有各嘅打法同風格。偶然有角鬥士贏得好漂亮，攞到獎杯風光一時，但你睇真啲，佢盔甲已經爛晒，腳下消耗嘅金幣多到嚇你一跳。更重要嘅係，今年嘅冠軍下年好可能變成敗將。主動基金表現極度唔穩定，好難有人可以年年都持續跑贏大市指標。根據歷史數據，大約只有1成半嘅主動基金經理能夠長期跑贏大市基準，意思即係8成半最終都係輸俾大市。仲有個隱藏問題就係頻繁交易。主動基金經理成日買賣換股，每次交易都有成本，好似角鬥士不停換武器咁燒錢。好多基金經理都超有信心，覺得自己一定贏到。但現實係市場高手如雲，要長期持續領先真係難過登天。少數人做到，最恐怖嘅係有隻隱形怪獸叫做管理費。你嘅角鬥士前面打緊仗，管理費就喺背後靜靜蠶食你嘅投資回報。所以主動投資嘅世界真係好殘酷。大部分角鬥士打到精疲力盡都跑輸大市。咁到底有冇一條更輕鬆嘅路呢？好，我哋而家離開塵土飛揚嘅競技場，行上觀眾席，睇下被動投資到底係乜嘢？點解有人話坐住唔喐反而贏更多？被動投資嘅核心好簡單，唔使自己揀股票，而係一次過買晒成個市場，好似坐喺高處就可以睇到成個場嘅全景咁。具體嚟講就係透過指數基金，佢會自動追蹤一個市場指數，好似恒生指數或者標普500咁，覆蓋大量唔同公司。你可以想象一個大籃子，入邊裝住幾百甚至幾千隻唔同行業嘅股票，科技、醫療、金融、能源、消費，統統都有。最正嘅係呢個籃子有個自動機器人幫你管理，佢會按市場規則自動調整持股比例，唔使你操心，完全自動化運作。唔似角鬥士要時刻做決定，被動投資跟住一條清晰嘅規則行，情緒唔會影響投資決定，穩定好多，亦簡單好多。被動投資嘅精髓就係你唔係買某一隻股票，而係一次過擁有成個市場，好似坐喺觀眾席就可以享受全場表演。而且歷史數據顯示，長期嚟講，大市指數穩步向上，雖然中間會有波動，但成條線嘅方向係向上嘅，時間越長越明顯。最重要係任何人都適合做被動投資，唔使係金融專家，唔使日日睇市。普通打工仔一樣可以輕鬆參與長期財富增長。所以被動投資嘅入場門檻低，費用平，覆蓋廣，聽落好似完美咁。
但係主動同被動之間嘅費用差異有幾大？主動基金平均每年收你1.5%管理費，被動指數基金可以低到0.1%，差成10幾倍。你唔好睇少呢個百分比差距，表面睇好似好少，但如果你將佢切成餅圖，就會發現主動基金嘅費用食咗你回報好大塊。主動投資嘅費用仲唔止管理費，仲有交易費、行政費，甚至表現費，好似一條路上面成排收費站咁，行到你肉赤。最得人驚係複利效應，1%嘅費用差距，經過30年複利計算之後，可以令你最終少收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回報。用返競技場嘅比喻，主動投資嘅費用怪獸已經肥到好似一座山，而被動投資嘅費用只係一隻細到幾乎睇唔到嘅老鼠。你諗下，兩個人跑步比賽，一個孭住50斤石頭，一個空手上場，就算跑步能力差唔多，結果都一定係輕裝嗰個贏。另一個角度嚟睇，你嘅投資回報好似一桶水，主動基金底部有大窿不停漏水，被動基金只有一個針孔，邊個裝得更滿？仲有好多人唔知嘅隱藏費用、認購費、贖回費、表現費、轉換費、託管費，加埋真係嚇到你，成本遠超你嘅想象。我哋用一個簡單例子，假設投資100蚊，30年後主動基金扣完費用，可能得返50幾蚊回報，被動基金就有90幾蚊。費用嘅影響真係唔可以忽視，但你可能會話，如果主動基金贏好多呢，費用高啲都值啦。咁我哋就睇下真實數據點講。好，而家我哋用真實數據嚟斷證，呢個唔係我吹嘅，係全球最權威嘅投資研究機構用幾十年數據得出嘅結論。根據標普公司嘅 SPIVA 報告，美國主動基金5年內有大約7成半跑輸標普500指數，即係每4個基金經理得1個贏。拉長到10年就更加慘，超過8成半嘅主動基金經理都跑輸大市基準。呢個係扣除費用之後嘅真實成績，冇得賴。如果睇20年嘅長期數據，超過90%嘅主動基金經理都輸俾指數，只有大約8%嘅人真正做到長期戰勝大市。而且呢個現象唔係美國獨有，歐洲、亞洲、澳洲全部一樣。唔同市場嘅數據都顯示同一個結論：主動投資大多數會輸。你可能會話，但我成日聽到某某基金勁賺喎。冇錯，因為你只見到生存者，背後已經執笠嘅失敗基金，你根本唔會知道。仲有一個殘酷事實，今年嘅冠軍基金過幾年好大機會跌返中游，甚至墊底。過往表現好根本唔代表將來一定繼續好。如果將主動基金同指數做賽跑，20年落嚟指數幾乎穩贏，因為主動基金要先扣費用再比較，起步已經輸咗一截。用簡單比喻嚟講，主動投資好似一部結果隨機嘅老虎機，被動投資就係一部穩定出糧嘅提款機。你揀邊部？講到呢度，你可能開始心動啦。但係最有說服力嘅係股神巴菲特本人嘅一場著名賭局。呢個故事你一定要聽埋。2007年，巴菲特公開向全球對沖基金經理下戰書，佢押100萬美金打賭，話一隻指數基金10年內會贏5隻對沖基金。呢場賭局嘅條件好簡單，巴菲特揀咗一隻追蹤標普500嘅指數基金，對手揀咗5隻頂級對沖基金，10年後睇邊個回報高。開始嗰幾年，對沖基金好似佔上風，因為佢哋靈活走位，懂得避風險，好似5架戰車衝出去一度領先穩穩行嘅烏龜。但到咗中段，情況開始逆轉，有啲對沖基金表現失準，收費又高，慢慢被穩定前進嘅指數基金追翻，甚至超越，形勢大變。10年後結果出爐，指數基金累計升咗超過1倍，而5隻對沖基金平均得3成幾回報，巴菲特大勝，完全冇懸念。即係話呢班收費最貴、資源最多、號稱最叻嘅專業基金經理，10年下嚟全部俾一隻簡簡單單嘅指數基金打到趴低。巴菲特贏咗之後講咗句好重要嘅說話，佢建議大部分普通投資者唔使揀股，淨係買低成本嘅指數基金就已經好足夠。你諗下，呢個人自己係靠揀股成為世界首富嘅，但係佢竟然公開叫你唔好學佢，要買指數基金。呢件事本身就好有說服力。巴菲特嘅邏輯好簡單，大部分人包括專業人士都贏唔到大市，與其付高費用去搏嗰個微小機會，不如低成本擁有成個市場。好啦，聽完巴菲特嘅故事，你可能已經心喐喐，
但具體嚟講，香港投資者應該點樣開始做被動投資呢？我哋繼續拆解。好，返到我哋香港，被動投資對香港人嚟講其實好方便，因為香港股票市場有好多現成嘅指數、基金同 ETF 可以揀。常見嘅被動投資工具主要有3種：交易所買賣基金，即係 ETF；指數互惠基金，同埋近年流行嘅智能投資顧問機器人。以 ETF 為例啦，香港投資者可以透過港交所買到追蹤恒指嘅盈富基金，亦可以買追蹤標普500嘅美股 ETF， 選擇好多。開始做被動投資其實只需要3步：第一，開個證券戶口；第二，揀一隻適合嘅指數基金或者 ETF；第三，設定每月定期投入。月供係被動投資嘅最佳拍檔，每月固定投入可以攤平成本，市場跌嘅時候反而買到更多份額，長期效果非常理想。但係有幾個常見錯誤你要避免：第一係市場一跌就恐慌賣出；第二係日日查看股價自己嚇自己；第三係成日轉換基金。被動投資最需要嘅唔係技術，而係耐性。就好似種樹咁，你只需要定期澆水，然後俾時間讓棵樹慢慢長大結出果實。當然唔係話主動投資完全冇用，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同能力，可以用核心衛星策略，80%被動做核心，20%主動去試水。最後一個好重要嘅好處係時間自由。被動投資者唔使日日睇市挨夜分析，慳翻嘅時間可以陪家人做自己中意嘅嘢。所以無論你係投資新手定係老手，被動投資都值得認真考慮。低成本、廣覆蓋、慳時間係大部分人嘅最佳起步方式。好啦，嚟到最後，我哋總結一下今日呢個競技場嘅比喻。其實想話你知一個好簡單嘅道理：投資唔一定要落場搏殺。我哋睇到主動投資好似角鬥士咁威風，但實際上費用高、勝率低、表現唔穩定。大部分人長期都跑輸大市指數基準。相反，被動投資就好似坐喺觀眾席咁輕鬆，低費用、廣覆蓋、長期穩定向上，唔使花精力都可以分享到成個市場嘅增長。無論你係大學生、打工仔、新手父母定係退休人士，被動投資都適合你，因為佢唔需要任何專業知識就可以開始。你唔需要做最叻嗰個角鬥士。你只需要揀一個好嘅觀眾席位置坐低，然後俾時間同複利去幫你慢慢累積財富就夠。下一集我哋會繼續探討另一個重要課題：資產配置，即係點樣將你嘅投資分配喺唔同類型嘅資產度，分散風險，增加回報。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，記得俾個讚，分享俾朋友，撳埋訂閱同開啟鈴鐺通知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投資佬嘅每一集內容。投資最重要嘅唔係打贏市場，而係唔好俾市場打敗你。做一個聰明嘅觀眾，好過做一個疲憊嘅角鬥士，你話係咪？記住巴菲特嘅建議，大部分人買低成本指數基金就已經好足夠，唔好將投資搞到太複雜，簡單先至係最強嘅策略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係投資佬嘅主持人，希望今日嘅競技場之旅幫到你。我哋下集資產配置篇再見，拜拜。